單價3000幾蚊一平方，可以買到愛琴海嘅2房，仲可以望到海㗎啊！呢、個樓間企非常之寬敞嘅，有幾十米嘅沿廊。樓下咧就有嘅嗰個市場、新奇交通中心啊，生活非常方便㗎啦。呢個咧係一個全新冇自購嘅大2房啊，96個平方，至咗30幾萬啊！呢、個總價啊，全新冇自購嘅呢個廚房，廚房都夠大㗎。趁夏天已經分開咗㗎啦，2個房間都夠大㗎，呢、個房間都有成20-30個方啦。呢個光濕分離嘅洗手間啊，呢、個主臥室都係朝西南向啊，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㗎嚇。三期愛琴海咧就喺好近先烈街啦，呢、個位置咧3000幾蚊平方嘅房咧好少嘅，如果有興趣嘅話嚟講睇下啦。